您打我没关系，可是原谅我这次吧。啊！你这个不孝子，你早晚要毁了列祖列宗的英名。我告诉你，从今日起，我不就碰瓷儿了吗？这事儿不赖我。你还敢狡辩啊？你以为你是官二代、富二代，你就能为所欲为、目中无人了吗？我告诉你，如果没有你爹我，你就是个屁！你爹我的老脸都让你给丢尽了。爹，你就别再打他了吧。没想到九弟的口味这么重啊！啊，九弟，你怎么还有心情喝茶呀？茶当然还是要喝的。难道九弟已经有了应对之策？当然没有。当然没有。九弟啊，我可是被你们拉上这条贼船了，你可是这条船的船长，你可不能让这条船沉了。现在似乎还不至于沉船吧？也许我是存着侥幸心理，这御史案的始因过小。想要牵扯出太多的人和事，也并非易事。说的挺有道理。所以以不变应万变，不可自乱阵脚，火上浇油才是上策。嗨，说的这么高深，还不是没办法。九弟，你慢慢玩。嘿嘿嘿嘿嘿。皇上吉祥！免礼。启禀皇上，您吩咐的案子现已查清，九王党羽的罪证昭然若揭，请皇上明察。果真如此，你们先说来听听。禀皇上，据查实，杨家委托张家的人买了个盐田里。滚！此事不能忍。皇上，深都郊外有一块很好很大的田土，说好了是公平竞价，结果龟儿子张家利用权力打通了上下，把那块地低价卖给了九王。滥用职权，徇私舞弊，不能忍。接着说，杨家公子杨连大婚当日，私自封了圣都的交通要道，是卖菜的不能出摊，做生意的无法开门，真是民不聊生啊！横行霸道，不能忍。皇帝，有一次九王到阿拉村子了，我就开个小店出2分，结果这钞票没得，结果5分钞票都没付过了。皇上，我有吗？杨家军带着个银子到阿拉来西，个银子绕着来绕着去，也上厕所。等阿拉走了后头，阿拉小公子我讲，阿拉屋里只尿盆尿瓶好像没老子买。啊？有这等事？皇帝，搿拉家是好多发的假事个啦，有一套啦，9号啦，都话公好开呀，主管来谁做？以前谁都不要少给不啦，搿就话不肯走。就话姑娘们不服，一再给人背哦，背的不要少给，就因为话姑娘因为吃了买比多了我啦，皇帝。皇上，还有那九王因为长得太帅了，把我宫里的小太监给活活摔死了。皇上，这样的不正之风一定不能再盛行啊！皇上，此事危及唇亡之秋，再不铲除朝中的邪恶之人，那是有亡国的呀！好了，既然事情已经查明，该如何处置，朕自有定夺。谢皇上。
九弟呀，你怎么还有心情喝茶？你没听说事情闹大了吗？听说了。现如今啊，皇后和杨岩那儿，我们都不便再相见了。现在只有你我二人商量此事，你有什么对策吗？依我对皇上的了解，他若真的想办我们就没有办法。没有办法是什么办法？我也讨厌这种束手无策、如瓮中之鳖的感觉。你以为我不想做什么吗？可是现在无论我们做什么，都已经为时已晚。九弟，此茶为何如此之酸啊？我喝的是醋啊。醋？心中太酸，只能以酸攻酸。九弟，你的口味真是重中之重啊！你们俩这二重唱能不能停一会儿啊？把我这脑子都给哭断片了！事情发展成这样，娘知道你在强忍着，你别为难自己，想哭你就哭吧啊！是啊，娘娘，遇到这么大的事儿，哪个女人不得痛痛快快的哭一场啊？你别坏了自个儿。齐生他不仅占了我的便宜，还把我逼到这个份上，这也是我万万没想到的。但是当务之急，我们是要想对策、想办法。哭有什么用啊？哭！娘娘，您先别管有用没用，你跟着我们一块儿哭，这样排毒。对，排你妹的毒！绿梨，我一直没跟你说，你每天把自己画得像个面粉娃娃一样，你这样哭起来可真吓人。我可怜的孩子呀，都是咱们张家拖累了你。你不知道，你父亲和你叔父都已经革职查看了，恐怕这次皇上是要来真的了。您就放心吧，我一定不会袖手旁观的。原本我和你父亲以为皇上只是树立风气，可没想到那几个御史天天到大明宫去闹，这什么八竿子打不着的破事儿都被他们给抖露出来了。据说还搞了一个什么百人联名上书。现在看来，齐生这是在表达对我撒谎的不满，才起了这么多事端。我是一个重义的人，这件事情因我而起，我不会让任何人替我担这个责任。难道，娘娘，你有了妙计？